昨双十节，中国调降公布三个，讲是咱专门咧散布台独思想的网军构筑。今仔日中国搁再公布18个咱军方深圳大队成员的现象通告。咱的国防部就批评讲，这是中国咧无认知作战，想要使让咱家己找来插。而且即摆也传出讲，今日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由中国来插手。 咱伫咱国城市这迄日，中共国家安全部透过官方社群平台讲查到来到水军口子，也佮公布所有相关的指挥官操盘手等人的个资，表示会进一步查处台湾民间企业计当地下门市。公安局也特地发布定出赏金，要向民众征集台湾18名新建大队的相关线索，互咱国防部批评。认知作战的意图明显触发真歹。 近年来，中共透过官媒多次发布所谓的举报，就是利用我国自由民主社会资讯流通的特性，拼凑伪造个人资料，意图分化台湾社会。今年开始，中共的调岗针对台湾驻通电军人员做各自公布，甚至立案侦查发布通缉。专家分析，对方安尼做表面上是校定，背后是要互咱的内部去怀疑，敢是有内鬼。包括国安部还有公安部都在追求绩效，尤其到年底要追这个 KPI。 去干扰我们军心，没有攻不破治安。我们最重要现在强调的，当你这些曝光之后，那是不是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的体制能够继续运作？ 拄着国内国民党主席选举候选人郝龙斌的压了，互警察说来透过 AI 合成加假消息攻击，党内战斗拿起定着小空甚至警告中国，唔能介意选举。非常多的假频道、假账号。 而且都是3个礼拜前才成立。我们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些相关的技术，大部分不是在台湾。网络上面的言论，的确在 AI 时代的来临，真假难判。我们都必须要快速的学习跟适应。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网络刚崛起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：管制网络言论，好像要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。 互外界认为，防击涉及的候选人的立文表示，网络言论虽然真假歹辩，也毋过无应该就安尼将言论自由提升到国安问题。民进党认为，中国势力干扰绝对毋是单一政党面临的挑战，呼吁调压联手防止各种渗透加威胁，才会当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